您好，外语互动学习是指透过各种互动方式来学习外语，强调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和及时回馈。这种学习方式旨在提高学习的趣味性、参与度和效率，并帮助学习者更自然、更有效地掌握外语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外语互动学习方式：一、语言交换 （language exchange）。与母语为您想学习的外语人士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，可以透过线上平台，如 HelloTalk、Tandem 或线下社群活动进行，着重于口语练习和文化交流。二、线上语言学习平台 Online Language Learning Platforms。许多平台提供互动式的课程和练习，例如 Duolingo、Babbel、Memrise 等，通常包含听力、口说、阅读和写作练习，并提供即时反馈。有些平台提供与母语人士互动的机会。三、线上外语家教 Online Language Tutors。透过视讯通话与专业外语老师进行1对1的互动学习。老师可以根据您的程度和需求提供客制化的课程和指导。平台如 Italki、Verbling 等提供多种语言和老师选择。四、语言学习应用程式 Language Learning Apps。许多手机应用程式提供互动式的学习内容和游戏化的练习，方便随时随地学习，例如 Anki 单字记忆卡、Quizlet 学习集。五、线上社群和论坛 Online Communities and Forums。参与与您学习的语言相关的线上社群或论坛，可以与其他学习者交流、提问、分享资源和练习。例如 Reddit 上有许多语言学习的社群。六、互动式影音内容